各位亲爱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今晚要过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代志哩。咱首先要来介绍这里读做锭，就是秤的意思哈。咱比如讲锭金啊，就是称金子；锭油啊，就是称药啊。另外，它还有用来权衡小物品刻度以厘为单位的小秤哈。咱比如讲药锭就是药秤啊，而下面这里读到吊，就是轻轻的拉动。咱比如讲手啊吊一下啊，这是拉一下啊。另外它还有拉平、拉直，多是用来指整理衣物。咱比如讲衫啊吊的，就是衣物整理一下啊。而下面要来介绍这里叫做剁，就是敲击。咱譬如讲剁破，就是敲破哈。搁过来这里读做剔，就是张开、展开。咱譬如讲落雨紧甲雨伞剔开下雨了，赶快把雨伞张开，或者是说目睭剔袂开，就是眼睛睁不开的意思啊哈。搁过来这里爱读做汰，就去除没有用处的。咱譬如讲淘汰，就是淘汰的意思。另外它还有不要算了的意思。咱比如讲这个饼给你若不爱就汰你若不爱就汰，就是这块饼干给你你如果不要就算了感谢各位。